雅居樂萬象群溫馨嘅大三房，呢套建築面積115方嘅，主要嘅景觀咧係東南朝向，遠處望山景，近處咧望翻田野，視野係非常之開闊嘅。呢度係三鄉嘅中心地段嚟嘅，配套非常之成熟咯。而且到珠海咧，山姆會員店咧都係15分鐘嘅。呢度餐客聽一睇呢個開間咧係將近3.8米嘅大開間，現時咧係做咗無主燈啦，風管機咧都係安排上嘅。餐客聽一睇6人位嘅大餐台可以安排上，入去咧就係我哋嘅大廚房啦。4個人操作都係完全冇問題嘅，雙開門大冰櫃都可以安排上，整咩9大櫃都係完全冇問題嘅。先睇我哋休息區咧係做翻3間房嘅，每間房嘅空間咧都係特別舒服。呢一間可以俾父母住，已經做好衣櫃啦，旁邊咧就送飄窗位置啦。呢邊咧就係我哋嘅公共衞生間，都係做咗智能馬桶嘅。隔離呢一間房咧就係我哋嘅 BB 房啦，空間都係非常之好嘅。我哋主人房係個套間嘅設計，空間係咪特別靚咧？睇下主人房好時可以擺個2米大床，贈送我哋嘅飄窗位置。呢邊望出嘅視景觀咧都係特別靚嘅。呢套115方嘅3房2衛咧係稀缺嘅東南朝向，又係中心位置喎。大嘅廚房可以施展下你啲廚藝啊！依家首期嘅話就係12萬，月供咧係3200蚊，你就可以做業主啦。如果想睇樓，記得揾小寶子。